大家好，今年我哋非常之高興，國泰連續3年同 CT Good Jobs 攜手合作舉辦國泰招聘體驗日。而今年對我哋嚟講係別具意義嘅，正值國泰成立80週年，我哋好榮幸邀請大家走入嚟國泰城，親身了解下我哋嘅工作環境同埋團隊嘅文化。對國泰嚟講，招聘從來唔單止係填補職位嘅空缺，而係希望同價值觀一致嘅人才建立長遠嘅關係。國泰一直堅守3個核心嘅價值：設想周到、積極求進、盡心盡力。我哋亦深信多元共融嘅文化係推動團隊持續進步嘅關鍵。今次活動內容非常多元，包括職業配對測試，參加者可以了解自己嘅性格特質以及合適嘅航空業職位。職業分享會環節係由團隊親身分享工作經驗，令大家對日常工作有更真實嘅認識。同時，活動設有國泰城導覽，由同事帶領大家走進呢個有機會成為佢哋未來職場嘅地方。我希望今日每一位嚟到現場嘅朋友都可以透過今次嘅體驗，更清晰了解自己喺航空業發展嘅可能。期待未來有機會喺國泰見到大家，同大家一齊志在飛躍，推動國泰成為顧客最喜愛嘅服務品牌，同埋展開一段更加精彩嘅職涯旅程。